数发部甲金管会拜三启动台湾头一个金融大基建模型专案，再来经金融机构合作做伙打造符合在地规范的金融 AI 模型。专案也列入去国家级 AI 10大建设行动方案，按算年尾呢会推出头一版的模型，用银行知识做基础，未来也会扩大到保险、证券等金融相关领域。 即马 AI 长时行万事万行拢会用到 AI， 不过台湾金融业若要使用 AI， 所会当到敏感资料袂使传，打造 AI 成本收悬等等的问题。拜三，数发部甲金管会启动台湾头一个金融大基建模型专案，透过16间金融机构做伙合作，共同打造符合在地规范的金融 AI 模型，毋但会当省成本，嘛会当强化台湾主权 AI 应用甲自安的自主能力。 大家一起来做，可以达到资料互补的效果。那第二个是刚刚主委跟那个部长也讲的，大家一起做可以分摊算力的成本，因为到最后算力是稀有资源，而且非常非常的贵。他要了解我们台湾当地的那个法律还有文化还有各种状况啊，那要用我们观点去回答问题。那另外一个意义是在于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。 模型必须是在台湾啊，因为在这个算力中心必须在台湾，因为只有当这个 AI 模型的算力中心在台湾的时候，台湾的法律才管得到。金管会主委讲，专案卖列入国家级 AI 新10大建设行动方案，正做国家重要政策之一。数发部会提供主权 AI 的资料库做使用，希望透过下界合作，让金融产业的技术会当升级。 这项计划嘛，按算伫年底会推出头一版以银行知识做基础的模型，后一个阶段会扩大到保险、证券甲其他重要金融产业知识领域。初步这个模型会在金融业内部使用优先啦，好，但等这个模型稳定可以使用之后，也可以开放给外部的客人使用，包括我们刚才在分享里面中小企业的财务人员、民众也是一样，就像我们用 ChatGPT 一样，如果未来有一些跟金融常识或者是理财规划 有关的这个应用，也可以透过大语言模型来查询。中信执行长嘛讲，未来凡是互有需求的中小企业的财务人员，甚至到有财务规划的民众使用，都会提升咱金融的竞争力。记者郭金勇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